咁啊，梗係有呢只啦。演唱會期間做咗3次直播，期間個 WiFi 好唔穩定，好彩即刻轉為錄影，就錄咗呢一首《光輝歲月》啦。總之有你歸家的信號，在他生命裏，彷彿帶點唏噓。顏色寄付給他的意義，是一生奉獻，紅色鬥爭中，熱血把擁有變做失去。疲倦的雙眼帶着希望，今天只有殘留的軀殼，迎接光輝歲月，風雨中抱緊自由。一生經過彷徨的掙扎，自信可改變未來，問誰又能做到？粉古色的界限，於這土地裏，不分你我高低，繽紛色彩閃出的美麗，是因家沒有分開每種色彩。爆咗啊！熱於它擁有變做失去。疲倦的雙眼帶着期望，今天只有殘留的軀殼，迎接光輝歲月，風雨中抱緊自由。一生經過彷徨的掙扎，自信可改變未來，問誰又能做到？
好啦，好。嗱，佢個甜品呢就係楊枝甘露咁樣同埋個曲奇開啊，始嚟啦。都幾好味，冰冰凍。你睇下我哋8個人，每人都只係30幾蚊，今晚又聽歌又食飯，啲餸都幾好味添。我哋就覺得好超值啦。好，下次再同大家去聽歌，請你點讚同分享，記得訂閱啦。